大众集体。请讲师慈悲，全道公，温道公，讲师我们，请发出我们坐下。所以讲个道场的不足，嘛就是咱大家啦，要安怎家己共同家己保持好起来。看对一个较弱的，咱要安怎家己保持好起来？这就是责任嘛吼。咱今日毋是讲我工会吼，就来工会帮忙做就好啦。但是呢，对于了每一个活动，其实一个班会咧，拢零零落落，安尼三三两两。安尼起来呢，对这个道场推动就来讲起来，会愈来愈起劲。这个道场讲起来呢，毋是真好的现象啦。所以讲呢，伫咱爱上来讲，以药圣堂嘛会使讲是一个真大的单位。所以讲呢，要安怎讲，甲咱每一个班会拢是当家己加强出来。这个是讲咱家己共同的责任，所以或许咧讲的就是讲，伫咱的体育班啊，内底有青少年班啊，而且呢，伫青少年班呢，嘛会使讲做支持，咱要安怎讲？伫咱的道亲内底，要安怎去家己发觉，家己鼓励，互咱伫即个班的内底会当讲更较成熟，这种总是咱责任啦，所以讲呢，伊推动着有来讲咧，咱就法度人爱去，讲这啥呢？一句话要安怎兼顾，伫每一个点点滴滴啦，毋是讲就讲一项做一项，尤其是讲有推动着有诶，咱其实呢，咱爱有一种宏观。看起的，咱从伊景观看来，对不足。咱要安怎伫推动的当中去家己去家己用心。如果大家若拢会当安尼呢，其实要去圆满做简单。若大家拢若无其事，无讲原则，还是讲个原则，若安尼呢，注定我们的道就是这样的。其实讲起来，我们也没有变了所以讲呢，有事见功，亦无事见功难所以或许呢，期待啦，讲伫这个讲训班，尤其是讲伫干部更加爱去扶持，敢是安尼？扶持，我讲讲起来，你当一个干部，你无扶持班会，是安怎？你又如何去鼓励你的后学？你免怎？
不能这样讲哦，以后水有够水，当然有后天先天，肾管变形的功能的，当然难免会拄较好，哦，这种都是基础。伊当然原理嘛是爱男性人性，你安来当播放去父子参与，带着走嘛，敢是安尼？毋是空虚无志讲我咧讲恁做，安尼不如实际啦。咱就讲咱要安怎讲？会当真正行入头前带动，安尼你所说出来的就会有力量。若如果不会会，真的人家在毋是听你讲，是看你安怎做。要互有说服力，唯有就是你能够心口如一。安尼呢，大家如果会当安尼做，然后讲咱的动力变不可能的事。所以或许呢，期待讲咱这个班呢，会当去加强咱的阵容。前辈者呢，理当要负责啦。若无讲讲一句，结果会做的呢，你理当咱嘛感觉讲有咱讲形势有影，做形势就做袂出来。其实呢，要自己要成就也会有困难所以或许期待啦当然像咱银行大家当然讲好讲歹，或许拢感觉讲大家拢是咧学习嘛，拢都是学习，学中做中学嘛，只要咱有心，有感觉讲这是咱的责任，我是到我的能用，我会当来做，我就尽量来做，何时好，家己精进嘛好，安尼呢，咱一个道路呢，自然就会活化，就会活化，那当然，对于了个道理来讲呢，所有生效，是爱不断的，不断去阐释一届、两届、三届，对于了个道理的内容甲伊的意见，当然会有无同所在，有无同，所以讲，伊学习内底，咱也免讲赶紧讲我要安怎呈现，要较紧甲有到迄个程度的，其实嘛不用急啦，伫咱每个主题内底，咱就讲我要安怎甲讲互上好，我先讲安怎听，毋是急着要上好，但是讲每个主题，就是我要安怎甲呈现，我感觉上好的啦，安尼。但是当然，这爱循序渐进啦，这个不是一年两年，不是啦，但是只要大家，咱大家想，你今年做用心行过一单，明年搁做用心来行过第二单，其实安尼慢慢累积起来，其实你就家己会去感觉讲，会安尼我有进步，安尼就好啦，毋通叫人比较家己比了啦，但是安尼，有当时人画身体较好啊，毋免伤好伊就做到啦。画呢，上互我这个后天的失调所以讲呢，不足的较济。这种不要紧，大家尽心尽力就好了，是不是？那当然呢，咱联合组长呢，当然伫讲的内底啦，咱就是会当去甲评估，内底要怎去甲伊阐述，安尼互伊会当熟练，自然而然的，大家就有当时咧讲道理呢，就是伊迄个灯头解，安尼呢，大家就有法度去了解，去了解。因为讲呢，嘛是爱不断，拢除了徛才讲艺术，咱伫私底下，你安怎去看这物件，去甲伊领会，去甲伊思绪，要安怎去表达，要安怎去讲，安尼起来呢，其实会一届愈一届一届比一届搁较 OK 的那当然，伊内底可能就是伫迄个12个字来讲起来，毋是神，毋是即个铸就银幕神机，调神意，无共因为自己的己，你拍迄个是自己的己伊有神，伊是有透过
哦，伊这插无共音的哦。爱透水。哦，爱透过。哦，心机要心意，主义的意那是不一样的。哦。讲句是哦，爱合口，爱安在，毋是透过呢。爱念。哦，安尼爱包起来啦。哦。啊，已经可以了。哦，已经可以。哦，安尼爱有知啦吼。哦，爱包起来。工业巴士啊，巴士哦。哦。哦，好啦，干啦。对啊，四个啊，哦，对，哦，迄个佫再来呢，应该是咱有去讲着迄个因时因地甲因情嘛吼，伊有拍着日嘛，出一个吉嘛，哦，你甲想一下啦，因地，即个因时因地因情，但是你甲拍出日的日。哦，对啦，哦，你是钱加入吼，有当时啊就是点点啦，人人甲主，注音人嘛，注音无同。人嘛，哦，迄个主嘛，主的主嘛，敢是安尼？哦，这两个音比较不同的呢，哦，所以讲这毋是点二点二点，应该是伊拼音拍迄个音的关系，所以讲吼，你会感觉讲伊是主，但是你甲讲这是人，哦，你若甲拍人的话，就不会去显得到主的主，哦，再来呢，就是讲，因为伊正是复兴年是2565年啊，哦，所以伊这破500年，就是咧讲正的时运，就复兴年，泰国复兴年是，泰国拢讲复兴年是2500，等于是65年，哦，迄个来呢，咱有去讲着，哦，上师问道天智行智，中师问道玉尊玉皇。下师问道哈大圣，哦，当然上师问道行智行智，毋是讲你今仔日得到天道，你就是上师问道哦。哦，伫这个所在，咱一定爱去注意的。哦。但是伊拍佛爷啦，应该是老子爷啦。老子爷啦，吼。哦，你道去经嘛，吼。这查点了解，这是道去经的呢。道德经哦。道德经啦，吼。爱生爱他日子嘛。哦。佛爷啦。哦，佛爷，安尼，所以讲是爱注意，哦，爱注意，哦。伊即个上师问道，是比一个咧啦，吼，是讲咱今日大家拢得道，哦，若是你是天智行智的，你就是上师。哦，你若若成若幻，你就是中师。所以讲中师就是你若成若幻。哦，下师是下大小，你就讲这是宝嘛。哦，但是咱可能伫遮用的即句，咱是家己当作讲上师问道，就是你得到天道，不能这样讲。哦，不能这样讲。哦，伊遮是咧形容咱修道的意义。毋是你今仔日有得到道，就是上师问道。安尼我是讲咧，咱知啦吼。所以那个干脆上根基、中根基、下根基。哦，即码就是讲，你要用安尼来了解，但是你袂使袂使上师问道，袂使甲解说讲伊是得到天道。袂使讲得到天道就是上师问道，因为得到天道人就这样。天智行智足拍拼人有嘛有啊，有人甲你得道无出来人嘛有啊，敢是安尼？
毋是讲即条道就是上师门道，所以讲而且无了解甲大家做伙学习一下，大家做伙学习啦，这是好势呢，针对迄个咱音乐，当然今日去讲着即个心所相连一家人啦，当然这是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咱灵修、心修加济，治国，当然咱平天下。你若讲会当心修注重多管即个家庭，即个家庭会当和爱圆满的话，那就会当国利平天下，敢是安尼？所以讲，咱一个心修足重要。你若讲你会当心修，你敢会当带动家庭呢？家庭的若讲会当来修行，会当坐家拢咧修行，有了解着道理，自然迄个不足的就会减少。你的家庭就圆满了，对不对？你这个家庭圆满，这个家庭也圆满，这个家庭也圆满，就会当国利平天下，治国平天下的啦。所以讲呢，当然这主题真好啦，主题真好啦。所以讲呢，咱要安怎讲去甲伊阐述，其实讲起来呢，道在路上，道理之上，道毋是讲在到道中你修道讲它是讲道不是，其实它是在日常当中，这是好势的，迄个而且叫咱大家算一个迄个互相互相的勉励，以上最后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毋知讲真心伫咱自己敢有要甲伊补充啥？我紧若无时间，你私底下甲伊讲就好啦，好啦，安尼好啦，感恩啦，感谢莲恩慈悲贤道之功，坤道之功，一起第三向无常五行三之功，贤道之功，德之功，三之功，感谢莲恩慈悲之功，坤道一之功，德之功，三之功，感谢莲恩慈悲之功，一起直下向无常五行三之功，贤道之功。在之功，三之功，十架成语之功，十架不成语之功，上下归等于之功，坤道一之功，在之功，三之功，十架成语之功，十架不成语之功，上下归等于之功。